咁啊，呢條就2025模擬試啦。咁啊，數學科嗰個月報第15條。咁個題目咧就話 log y base 9會喺 log x base 27嘅一個嘅線性函數啦 ，linear function。咁啊，假設呢個線性函數嘅圖咧，嗰條線啦叫 L，佢個斜率係3，另外穿過一個坐標叫7同24。好啦，叫我哋寫翻 y 等於嘟嘟嘟，咁啊可以涉及 x 呢一樣嘢啦。咁啊呢一條題目同直線咧係有關係嘅，係同翻你一個叫直線方程咧係有關係。咁啊先同大家重溫翻直線方程呢個位先。好，上面呢個圖，假設有個直線，咁佢斜率係3，佢嘅 y 截距係2。咁我哋呢一個嘅方程寫出嚟會叫做 y 等於 3x 加2。用翻我哋嘅 y 等於 mx 加 c 嗰條式啦，呢個圖就會叫 y 等於 3x 加2。熒光筆我哋間低個關鍵位置先 ，y 係對應翻 y 軸呢個位 ，x 係對應翻 x 軸。咁當然啦 ，y 等於 mx 加 c， 咁呢個斜率嚟嘅，我哋擺喺呢度。咁最後個 y 軸截距係2啦，我哋擺翻呢度，咁啊形成一個叫做 y 等於 mx 加 c。對翻呢個嘅，我哋對翻呢一條式。好，下邊呢個啦，都係一個直線方程，不過今次佢冇提供到個 y 軸截距，佢俾一個坐標叫做23，咁佢冇俾 y 截距，係俾一個普通坐標咧，咁我哋就唔用 y 等於 mx 加 c 啦，我哋可以用翻 y 減 y1 over x 減x1等於 m 嘅，呢個叫做 points rule form 啦。點斜式咯，我哋對翻呢一個圖，我哋寫出嚟就會係 y 減3 over x 減2等於5。我哋可以逐個去對翻啦。y 啦，睇翻咩啊 ？y 軸 x 啦，對翻 x 軸。m 啦，對翻個斜率。咁最後呢個 x1 y1 講緊嘅就係呢條線上嘅一個坐標，今次係23。呢個係我哋直線方程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嗰邊學嘅東西咯。而呢一個嘅第15條，我哋就會沿用呢個原理。我哋睇翻今次呢個圖先。今次佢係話 log y base 9為 log x base 27嘅線性函數，即係話我哋今次將呢個畫出嚟嘅時候，咁小心唔好寫咗 x y， 今次就唔係 x 同 y 啦，今次就會係 log x base 27同埋 log y
base 9。而今次佢條直線斜率係3，穿過一個坐標叫做7同24。所以今次呢一個我哋會對應翻嘅咧，就係我哋頭先下邊呢一個啦，用翻 y 減 y1 over x 減 x1 等於 m 嘅呢一條直線嘅式。咁你見到呢條線，今次個斜率叫做3，而穿過嘅坐標就會叫做7同24。所以今次我哋對翻呢個位，我哋今次寫出嚟嗰條式就會叫做 y 減 y1 over x 減 x1 等於 m 啦。我哋逐個逐個對落去 y 啦 x 啦 y1 x1 啦，同埋你個 m 對翻落去。只不過今次講一個 x 軸同 y 軸個名唔同咗，其實都係睇翻佢第一句說話，你就會知 x 軸同 y 軸轉咗做乜嘢。用翻個 y1 x1，用翻個 m 斜率改翻個 yx，y 減 y1 over x 減 x1 等於 m， 咁就會寫到條式出嚟噶啦。咁寫到呢條式嘅話咧，其實呢度咧就會有1分噶啦。好啦，寫到呢一個位之後，就會用翻 log 嘅特性，我哋嘗試還原翻 y 做主項。咁我哋第一將個分母啦乘過去隔離，然後將個減24搬翻過隔離做加24。咁今次我哋會見到左邊同右邊咧，佢麻煩嘅底數不相同，咁我哋要做翻一個轉底數，我哋會將右手邊呢個底數27變成 log x 除 log 27，然後上下個底數位加翻個9俾佢。呢個位係可以隨便加一個你需要嘅底數。今次我哋想對翻左手邊，會加翻個9俾佢。一齊加嘅，我哋可以撳機啦。呢一度3除 log 9逗號27，睇下幾多？3除 log 9逗號27係2嚟噶。而同時間，我哋可以隔離呢個3變成3 log 9 base 9。log a base a 係1 log 9 base 9都係1。3乘1都係3嚟噶，我哋會強行將個3變成3乘1，兩邊都將前面嘅數拉翻上去做次方，然後加數合併翻做個乘數。咁當中9嘅3次咧係729。
咁最後左右兩邊都係單一嘅 log base 9 log base 9兩邊相等。咁最後答案就會揾到，原來 y 係等於729乘 x 嘅2次。咁分數方面咧，寫到呢條有1分，當然你答案啱都會有1分。咁你中間啊做到一個運算過程啦，即係 show 到俾我哋睇你嘅運算係正確嘅，咁啊都會有另外1分。咁就會係一個3分嘅題目。